竹子对我来讲，可能就是我的第二生命了。竹篾在一双手后剪里交叠来回，轻抚经纬间的细腻，犹如一头白发，都是岁月的沉淀。到时候还要有收口，然后圈足底足嘛哈，还有底圈，然后还有可能如果说可能还要再做个提把。工艺不能速成，一年产值就几个。张宪平追求绝对完美，精湛手艺让向来以严谨自诩的日本人都为之折服。如果说做的有瑕疵，一定会被人家指指点点说你这里哪里不好，那这里不好，哪里不好这样子。所以我都把它做得让口服心服这样子。标准在自己心底，首创的生漆涂装技法隔绝空气不氧化，晦暗色调看似古朴平凡，却有更沉稳的内敛谦卑。我是第一次把它应用在那个竹编器上面，用生漆去涂装，涂了3、4次、4、5次以后，它颜色会越来越深。沧桑中照见温润，悉心修整不扎手，艺术家的厚实情感渗透了每个细微脉络。这个材料要经过很多，差不多有10来道左右的处理经过了然后材料才能够做得很滑手，然后编做起来的那个作品，我们的触感才会麻豆浓厚。麻豆浓厚就是会很好摸，对不对？而且这样看真的触工懂优。30年功力底蕴浑厚，风华淬炼后，张宪平不再执着于繁复，渴望自己像这一件竹云一般随意简单。张宪平老师将竹编技艺提升到了艺术殿堂，故宫博物院也收藏他的作品，他还是新传奖最年轻的得主。但就像竹子的虚怀若谷，他老师说还有就不满意，也让我们见到大师的力求精进。麻豆浓厚，触工懂优；麻豆浓厚，触工懂优。